来看国际的消息，川普佮有虾米行动啊？佮有虾米讲话啊？美国总统川普下令讲，对日本反军青年运动发动大规模的空袭，也佮警告青年运动停止攻击红海的船只，若无会不堪设想。也即马美军的空袭是造成日本至少31个人死亡。 一架甲一架战机为航空母舰出发，要去执行美国总统川普的攻击命令。川普15伫家己的社群媒体证实社群发文宣布，已经下令美军对也门叛军青年运动发动军事行动。美军接到命令了后，又拄着问号航空母舰甲核动力舰舰超出也号动员战机空袭，佮发动军舰的飞弹攻击，造成青年运动控制首都沙那北部一个客家区甲机场周围是庆祝浓烟。青年运动的大本营之一西北部城市萨达嘛受到攻击。 个所在都有民众死伤，青年运动经营的电视台嘛全部状况。 مشاهدينا الاعزاء شن العدوان الامريكي البريطاني غارات استهدفت حيا سكنيا في مديريه شعوب شمال العاصمه صنعاء وافادت مصادر للمسيره عن ارتقاء شهداء وجرحى وان الطواقم الطبيه لا تزال تتعامل مع الوضع فيما يتم انتشال بعض الجرحى من تحت الانقاض. 川普捌伫今年登去白宫了后，甲也门反抗军青年运动列做外国恐怖组织。外国媒体路透社报道，即届发动攻击，川普甲国务卿卢比欧、国安顾问瓦尔兹拢伫控制中心看。川普伫正式社群的发文指出，青年运动伫伊朗的帮助之下，攻击美军甲盟友伫红海的船只，造成美国甲全球经济重大损失，要求马上放弃攻击，若无会用压倒性的致命武力，互叛军看到地角的好杠铃。若无美国会追究所谓责任，这嘛是川普第二任总统任期伫中东展开的上大规模行动。我是新闻台视同朋友。